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北龙山公司确诊隔离的人数，到昨为止，还有159个人。啊，台北龙山公司有规定，都要摕这个快筛阴性的证明，才会当入去这个批发市场。也毋过有摊商的女朋友出来压料，讲伊男朋友的家属亲人连续快筛拢是阳性，但是因为规家伙仔拢伫咧市场咧做客，所以拢无来通报，都是为着要继续来做生意，甚至要求无确诊的家属帮忙来做快筛，再搁摕这假的证明入去台北龙山公司，这当是有影无咧？卫生局讲，若是查证事实，相当罚款15万。天也未光，各地农产品拢集中到台北农产公司准备做生理。顶礼拜进场措施，爱摕快筛阴性的证明，所有人做假的走入去。他也2条线，他说他不打算通报，然后叫我也不要荒灭他。他说他妹妹跟他女儿也不通报，他们还要做生意，他就叫他弟弟做快筛给他。很多人都这样用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黑市很多耶。投诉人天高过29号发病过工确诊，请大做伙男朋友快筛互拒绝，暂时搬去弟弟家隔离，结果快筛阳性。男朋友才讲妹妹和妹妹查囝拢确诊，烦恼男朋友规家伙仔伫市场做工课，传播链可能会扩大。你在那个场所工作本来就有危险，那你跟我讲，我是不是可以保护我的家人？我就跟他讲，如果你今天不小心害了人家死掉的话，你想想看你身上背几条人命。北龙1期和2期到9号为止，确诊隔离的人数159个人。入场进前除了量体温、摕小黄卡，5号了以体检代替隔离。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要另外摕快筛阴性证明，若摕假的，互抓到会处罚。采取的话，我们会告发。那如果情节重大，我们也会停止他的交易。那另外，我们也会移送卫生局来做调查处理。台北市卫生局嘛讲，快筛阳性，所无 PCR 个白走，造成其他人有患着病毒的风险。查证了后，若是有确诊的事实，嘛会照传染病防治法来处罚，相当会使罚到15万。不过卫生局嘛讲，事务执行确实有困难，真正靠大家家己自律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